这把剑的人就是我的真心人。如果你一个筋斗云能翻出我的手掌心，我就让玉帝搬走，你去天宫里住。带他二人下去，下凡投胎。那等你忙完了，去清明湖找我。月光宝盒确实是陈偷的。只要你交出月光宝盒，朕可以小惩大戒，既往不咎。可是臣此时并不知道月光宝盒在哪里。什么？臣已经竭力寻找，但无奈一无所获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才只身返回天庭。那怎么才能证明宝盒是丢了，而不是被你藏起来了呢？玉帝，就算是仙子真的弄丢了宝盒，这件事也很难服众。也罢，朕有个法子，有一个所在可以鉴别真心，嫦娥可敢一试？臣愿意。好，带嫦娥仙子前往清明湖，以验证仙子所言真假属实。是。你的朋友没有来哦。语气太三八了，胡主。难怪你要到我的清明湖来，你是想看他的真心吧？结果别人来这儿的勇气都没有。谁说他没勇气啊？他一定是有什么事儿耽误了。我这清明湖在仙界还是有些名望的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你就不要替他开脱了。不是我替他开脱，他一定不是胆小怕事的人。那好风景有的是，你干嘛非得带他来我这儿？哎，千万别跟我说游山玩水啊！他拔出了我的紫青宝剑，哎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对我是不是。是。哇，这是个大名。哎，告诉我他是谁？他在哪儿？赶紧带他来！哎。我这清明湖绝对可以帮你见证他的真心。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他不是没来，那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哇，太赞了！看这个架势，一定有猛料啊！来，哎，咱们来一块儿听听今天都有什么八卦。哎呦！嫦娥，这清明湖乃仙道之人度过最后劫难时流下的眼泪缔结而成，具有鉴别真心的能力。你可敢一试？敢。好，那开始吧。慢。玉帝，湖水虽然没有变色，但仍有污秽。天蓬元帅他似乎尚有隐瞒。天蓬，你为何要帮嫦娥偷盗月光宝盒？臣动了凡心，苦练嫦娥仙子。奈何仙子对臣不理不睬，
臣为了俘获仙子芳心，才出此下策，甘愿受罚。真心相爱之人。这桥终于修好了，难道是官府良心发现了？怎么可能是官府嘛？我就说嘛，这桥坏了这么久都没人管，那这木头怎么回事？想不到竟然这是真的，想不到竟然这是真的。喂，脸虎，你知道这怎么回事？这桥已经失修多年了，在这桥上也死了不少人了。这大家都知道，因为害怕出事，山里没人住，下面的人也不敢进去。那是前几天，我进山打猎，没想到遇到了大风沙，这断桥就更加危险了。过桥的时候，我一再小心，谁知还是不小心失足掉了下去。哎，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晕了过去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桥头了。有一个人，他救了我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啊，你终于醒了。这位施主啊，您就安心休养吧。既然不幸源于此桥，那我们就让不幸在这里结束。贫僧一定会把这座桥修好的，不让其他无辜的百姓再受伤害。阿弥陀佛。哎，照你这么说，救你的是个和尚啊？这个和尚还要修好这座桥？其实我也不敢相信，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。等我伤好了一点，我赶紧跑过来看看情况。你们看着木头，看着桥，这不都是真的吗？连官府都办不到的事情，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做到？哎，说不定是个神仙。我可不是什么神仙。恩公，恩公，哎呀呀！感谢救命之恩！起来！小和尚，你要修这桥啊？正是啊，这个桥啊害人无数，我一定要修好它。就凭你这小身板啊？当然不止我一个人呐，我还有个徒弟啊。悟空啊，悟空！哎呀，悟空不要空蹬啊，用力呀！其实啊，那天在断桥上救你的人是他。感谢救命之恩，感谢救命之恩。空，你快看！师傅，这个桥那么危险，咱们还是走别的地方。哎，你说什么？快去救人啊！你怎么不去啊？那么高，那么危险，你让我去，是吧？师傅，我知道，我去行吗？快去啊！乖呀，听话，快去啊！快去呀！想不到二位大师如此宅心仁厚，真是辛苦了。千万别这么说啊！
这个啊，对于我们出家人来说也是一种修行，对不对，悟空？师傅，我们已经走了7749，到现在还没走出五指山，咱们到底还去不去取经？当然要去啊，但是桥也是要修，乖听话，再去弄点木材来。又让我去啊？我不去，有点弯。不要摔倒啊，慢一点啊。休息一下。以前，我以为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。有一天，他会踏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。可是我猜中了这开头，却没猜着这结局。你说什么？可是如今，我只希望我的意中人可以做一只暖猴子，算准我每个月不舒服的那几天，然后踏着七色的云彩，带着暖宝宝来照顾我。你用美柚 APP 就够了呀。什么意思啊？美柚 APP 准确预测经期，及时提醒，还有非常温馨的喝水提醒和各种健康小贴士哦。美柚确实比你还要贴心。悟空，你个死混蛋啊！大晚上喊什么喊？回呢！来冲！别冲啊！悟空，孙悟空，过来，过来。谁呀你？啊，那么晚了不睡觉？你让我过去，我就得过去，是不是？你以为你是玉皇大帝是不是？玉帝哥哥，哎呀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终于来看我了呀！乖，哎，你不会专程来监视我的吧？哎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我可是专门来看你的。啊，真的吗？这么好啊，这么感人啊！玉帝哥哥，我很听话，很乖的，按你的吩咐，我认那个臭和尚做师傅了。我都看到了，而且刚才我叫你悟空的时候，你立刻就醒了。看来你已经习惯了新的身份，获得新生的感觉一定很好吧？好，好个屁呀！你知道那种感觉？你知道每天耳朵边听到至少2万次“悟空”这2个字的是什么感觉吗？2万次，这叫做生理反应啊，老大。慢慢习惯就好了。你要多想想好的一面。你看这人间，天大地大，此刻凉风习习，这不比那单房敞亮，凉快多了吗？爽啊！太爽了，爽死了！你不说这个海岛，你要说到这个，我真要给你掰扯呀！玉帝先生，为什么这和你之前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呢？想要活命，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使用孙悟空这个身份，护送一个人去西天取经。这个条件对你来说百利而无一害。首先，待遇优厚。你不用马上去死，而且还可以获得自由。我想，就凭这一点，你应该马上会答应我的条件吧？这一路去西天取经，横跨数万里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公款吃喝，公费旅游啊！最近天庭管得严，这一项取消了。要不是任务特殊，这么好的差事，怎么可能落到你的头上？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啊！西天取经一路这么美，你就不想去看看吗？
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孙悟空了。嘿。 说的没错呀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有什么不对吗？这简直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，好吗？你之前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跟我说的时候分明是那样的呀。没想到你也如此好色，这个叫普度众生啊，懂了吗？来，这个搞。 结果就是这样的。走啦，取经呀，一路向西呀。你追我干什么？追他！ 尝一下，是吧？尝一下，挺好吃的。你尝一下这地瓜，挺好吃的。尝一下，你尝一下。看我干什么呢？是不是我长得很漂亮呢？悟空啊，你饿了就吃嘛。你是不是生气？是不是嫌得太小啊？师傅和你换啊，这个大。我知道你辛苦了，要多吃一点。 喂，你有没有同情心啊？你居然还笑得出来啊！我笑了吗？你看你就是这样，总喜欢脑补太多东西。当初我哪有说的这么具体？这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。哦，你终于承认了啊！你故意隐瞒了关键信息，你。我隐瞒什么了？他呀！你跟我说过他是这么麻烦的人吗？不。 他不是人，他是只苍蝇，整天婆婆妈妈、唧唧歪歪，打着行善的旗号多管闲事。他以为他是朝阳群众，还稀称大妈呀。还有，我头上这个箍状物体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我会戴上它？为什么戴上它就摘不下来？为什么他一言不合就念紧箍咒？很疼很痛苦的好吗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干的？那金蝉子已转世成为唐僧，孙悟空 则被送至五指山，他们日后定有机缘再次结识相遇。之后就是二人的造化，玉帝又何故叹息？只是那妖猴毕竟野性难驯，我担心日后他再生出什么祸端来。玉帝是担心唐僧治不住那妖猴。 这有何难？我可将这个金箍赠与唐僧，此法器见肉生根。如那猴子不听教诲，唐僧只需念诵咒语，金箍收紧，所带之人就会眼胀、头痛、脑门皆裂，自然就会乖乖听话了。 如此甚好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不过你这个金箍还是蛮好看的，做工精细，五金绝对上乘。反正我不管啊，我呢这个事绝对不会干，而且我也再不想见到那个人。一说他都一肚子火，我这个小暴脾气我。 上次就跟你说过了，你这个猴子，你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生，要么死。当然选生啊，但现在比死还难受。
那可不一定。我要坏，我要坏！好，好。我真是太糊涂了，太久没用仙法，竟然弄反了。这下你体会到死了，死很容易，难的是生。想要活命，那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你要保护唐僧一路西天取经，是你唯一的救命之路。你好自为之啊！悟空啊！悟空啊！悟空！悟空啊！哎呀，悟空啊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得了梦游症？你怎么？你不舒服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冷啊？我带了个被子过来，你不要害怕。我也很害怕，但是不要紧，有你在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不怕了。有没有舒服一点？哎呀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！可怜的石头君。他什么都没做，就乖乖地躺在这里，就是因为你乱发脾气，所以遭遇了飞来横祸，都裂开了。师傅，从我睁开眼睛到现在，我已经对这块石头君说了81次我错了，99次的你可梦和108次的对不起。我想他应该已经原谅我，我们还是赶紧上路吧。悟空啊！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歉意的话，就算你跟他道歉109000次也是没用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们做错了事就要去弥补。如果石头君真的原谅你的话，他的伤口就会痊愈了。师傅，你要修补这个裂缝？正是啊，为师听说，只要有恒心的话，破镜都可以重圆，更何况是坚强的石头君。哎，这个话怎么这么熟悉呢？你说什么就是行不行？悟空啊，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为师在帮你争取石头君的原谅，你不要那么多话，赶快给师傅找3朵黄玫瑰来。我上哪儿给你找黄玫瑰啊？你个死和尚！哎，悟空，你不要骂脏话。还有，我是